了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仍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团，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敬献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托，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像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仍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团，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敬献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第3系列，节目开始。哦耶！大家好，下午好，各位亲爱的好朋友，用手借给我们。我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悲欢有几何？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滑向你的心海。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滑向你的心海。风中随了背脊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牵我的手，同感海淀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一起，春去春回来。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滑向你的心海。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滑向你的心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滑向你的心海。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谢谢又健康又快乐的朋友，啊，非常谢谢大家来出席我们第3系列的欢喜来唱歌。大家好，吃饱未？讲罢了，中午吃饱了，早餐吃饱了，晚餐还没吃，对不对？有没有已经想好今天是外面吃还是回家煮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3系列啊，承蒙大家的鼎力的支持，那给我们呢有这个机会再次的回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给大家炮制精彩的节目。是我们有好听的歌曲，有华语歌曲，有方言歌曲，有英文歌曲，那甚至也很好看的这个很重要的带给你们信息的短剧。是，所以呢，希望今天大家呢轻轻松松来看我们欢喜来唱歌，就像我们 slogan 一样，健康又快乐。第3系列我们也有呢加码，对我们不一样哦。第2系列是1个月1场，第3系列是1个月2场。第1场是12点半，第2场是4点啊。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主题。刚刚呢听到的这一首《花心》，不是我们决定要唱的哦，其实呢就是已经加入我们 WhatsApp 群组欢喜俱乐部的朋友，透过投票的方式高票当选的，想说呢最要听的就是这一首《
花心。所以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这个 WhatsApp group 的朋友，等一下呢，在外头的时候，会有给大家呢显示一个 QR 码，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欢喜俱乐部，成为我们这一个俱乐部的一份子哦。赶快来加入，赶快来加入！如果你加入的话呢，就知道呢，我们欢喜来唱歌每一个月所有的动向。耶嘿！因为第一系列、第二系列呢，每一次呢，这个票都不够，大家都买不到票，所以呢，第3系列我们华族文化中心的这个管理层决定就加多一场啊。可是你看加多一场，咱们那边还是空空的。还没，5点就来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宣传方面，我们还是要加把劲哦，所以希望大家呢给我们呢一起来，然后呢，待会如果你要拍照，帮我们拍照一下，然后放在呢自己的这个社群网站里面呢。谢谢大家。那无论如何，感谢大家呢今天的到来，谢谢。有多少朋友是第一次来欣赏我们的节目？有没有 first timer？ 蛮多的哦。欢迎欢迎，谢谢你们。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蛮久了哈，已经蛮多年的，所以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希望今天能够带给你们难忘的回忆哦。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给第一次来的朋友一些福利哦。怎么福利？我们又加上我们有新的海报、新系列，对不对？我们来给大家拿出手机，帮我们拍个照，然后就放在你们的 Facebook， 帮我们宣传一下。来，好，来，你是 hot dog， 你在什么 hot dog 啊？你是罗迪哈？我是罗迪。好来哦，大家拿出手机。有人要给咱翕相不？记得要美颜一下，来1、2、3，耶！2、2、3，我上暑假来这道。3、2、3，每个星期三，每个月星期三。哎呀，然后我徛中央啊，哎呦，我上水。因为无路我一个查某，对啦，你水袂着袂救水啊！感谢啊，谢谢。OK， 好，那当然除了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这个 Facebook、YouTube， 还有 WeChat 线上的朋友。啊，跟大家打打招呼，大家可以帮我们like and share分享出去哦。想念你们哈！今天看到很多的阿姨、姐姐、哥哥、叔叔们神采飞扬，保证呢给大家呢度过一个轻松难忘的午间时刻。马上派出我们第一位要出场的艺人。对，第一位就是重量级的哇！而且他很少在舞台上登台献唱。是，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大哥算是当然是卖我这张老脸了。啊，是，我是三顾茅庐才把他请到的。哇，会晓听无？这个成语三什么茅什么庐？三顾茅庐？等一下我们好好来访问一下，请问一下，由这个当事人来讲。好啊，听说他是来自我们 Media Corp Radio Capital 958的老爷来，所以我们先来听听他的歌曲，再好好的来访问他。来，万水千山纵横，掌声欢迎邱胜阳老爷来喽！老爷驾到！大家好，万水千山纵横。萬水千山縱橫，喜劇風急雨翻，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雙杯雪盞，獨闖高峰遠灘，人生幾多個關，卻笑他開銀，要像那看護路來行。願相痴愛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誰知心醉珠眼，消逝風雨間。憑誰憶已無限，別萬山不再返。这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的插曲，希望你们喜欢。掌声来！萬水千山縱橫，喜劇風急雨翻，豪氣吞吐風雷。
飲下雙杯雪盞。獨闖高峰遠灘，人生幾多個關，卻笑那世人妄要將看護路來行。願相知愛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誰知心醉朱顏，消逝風雨間。行誰夜已無限，別萬山不再返。萬水千山縱橫，獨闖風高遠灘。萬水千山縱橫，獨闖高峰遠灘。謝謝。哇！辛苦你哋，唱到最尾仲騎馬添啊！老背了。哇，最後一次，哇，最後一段還看到，哎，這個跟他 star 那個差不多。哦，對，那只腮啊，那只腮，那是塞。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盛阳很少登台献唱，剛才唱錯詞啊，沒事，這個是正常的。哎，哦，不是你唱錯詞，是後面放打錯了。哎呀，對，後面打錯了。對。我是電台節目主持哈，這個唱歌是業餘愛好了，業餘愛好。謝謝大哥邀我來。當然，我要糾正一下，三顧茅廬是錯的。錯。發生什麼事啊？我們的故事是發生在茅房。茅房，聽得懂嗎？茅房是對了嚟。呀，有刀啊！刀是嘅不咧？都ចាំ辦啊，ចាំ辦。我還以為那個茅房是養那個小毛驢的房間。不是。我在新傳媒的廁所碰到他，我正要說邀請他來華族文化中心演唱，他說不行，我很急啊，就進去了。第一次就沒有講到。第一顧是第二顧，我看到他衝進去，我就去敲門，他沒有應我，就沒有進。辦大事。第三次我又看他進廁所，就不讓他進。然後呢？幾號可以不可以唱？他說可以，才讓他進，所以叫三顧茅房。真的，因為我們的972跟958這個 toilet 是在一起的，同用一個廁所。一排。所以大哥規工在夠人放曬，是不是？我放曬你是在那個緣分啦。因為緣分。緣分。哎呀，你們都很重味道，口味都很重。因為我們做了2個系列，歌星都請得778，請個無人啊，更想到伊啊。無人。有啦，個真濟人還未請的啦。對，你一台請袂？河馬慢慢加啊。福建話乜講咁緊哦，我聽無嘅。係啦，你聽唔懂啊？我廣府人嚟㗎。我哋廣府人啊。我廣府人嚟㗎。哦，那大哥可不可以用這個廣東話跟大家請安問候祝福？係啊，各位朋友啊，多謝你哋捧場，呢個叫做歡喜來唱歌。得。唔係。歡喜嚟唱歌嚟拍掌拍大聲啲，哇！係啊，因為我係做廣播員嘅，我有一個 podcast 係用廣府話做嘅 podcast，但係沒有在958播的，在 Millicent 的叫老爺做廣播。嗱，下次就找大哥嚟。緊然講老爺做廣播，講係廣府話。你經常啊睇你訪問嘅都係啲靚女啊。對，他每次帶美女出去吃飯。他很少訪問二姑啊這些。有試過，帶他去吃榴蓮。全部係靚女，然後咧到了最後啊，沒有講，還沒有。最後那個美女一定說：老爺唔好啊，老爺。你的頭啦，不會啦，美女應該不，美女應該不是。唔好啦，老爺，唔好啦，老爺。如果在劇情裡面呢，那個美女都會講說：老爺來抓我，老爺來抓蝴蝶啊，抓蝴蝶啊。老爺老都捉唔到。這些粵語殘片啊，對，粵語殘片裡面都有。都有，老爺。嗰啲老爺都係壞嘅。
老爺都鹹濕老爺嚟。風吹雨打，玫瑰花就得這樣就是，鹹濕我還會聽喎，鹹濕就是有點好色的感覺。不是鹹濕有一個歇後語叫什麼？什麼？廚房街磚。哦，廚房嘅街磚就鹹濕濕。哎，這樣你在廚房裡面的這個地磚，廚房裡就又鹹，有很多鹽啊，什麼掉在地上，又濕，就我話喂啊呢個靚仔係廚房街磚嚟嘅。哦，你話你鹹濕原來是這樣的，所以福建話叫做各鹹各淡嘛。好啦，福建話冇話鹹濕。像我嘞，佩芬這種，我嘞，你在以前古時代啊，你就是在老爺府上啊當個丫鬟。哦，不敢。老爺呢會半夜叫你倒茶，哦，到他房間，懂嗎？懂。所以你一進去之後，燈一關，你就老爺唔好啊！哎，老爺唔好啊！這個典故是這樣來的。對哦，原來是這樣子。哎，我這個大老爺不是那種大老爺哈，我這個大老爺是為民請命的。我的節目叫有話自己說，你們有什麼冤枉的事情，同我打625205958。我以前無影咧，樓頂漏水啊，卡可以。對。樓卡會喵半夜喵喵喵啊，卡可以。你很像國會議員這樣。講到一半把眉喙打嘛是愛吹。所以這個民意調查的。希望大家都過得幸福快樂，好不好 ？OK， 好，來，你是不是一曲走天下？如果你願意，我就走。不好，老爺啊，99來一次哈，不顧一拜，可別一數一數啊！對，不要緊啦，我這個人比較喜歡自由了哈，freedom一下，所以老哥叫我來，我還真不太自由了。有希望我退休之後就比較自由一點，我就能夠多跟着大哥，跟着兩位前輩哈，歌台前輩。怎麼會說是我們是沒有你？歌台前輩啊，你才是前輩啊，電台前輩。我後輩。啊，這首是每個人都喜歡的自由的歌曲，叫做鄭少秋嘅《流氓皇帝》嘅插曲叫《做人愛自由》，帶俾你哋。係，掌聲鼓勵。流氓皇帝啊，有冇睇過？鄭少秋啊，李思琪啊。天空海闊人開朗，胸襟寬曠人舒暢。清風令我心醉，大海舒我樂暢。勤俗氣沾不上，悠悠歲月長。不憂衣食呢，不管世間事，天生做人愛自由，心咩歡暢。這歌你可以鼓掌，跟我們打個拍子好不好？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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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聲啲！嘿，春交秋暖萬芳草，山清水秀人舒暢，星燈耀我方向，月影耀我往，憑傲氣衝霄漢，英雄心膽壯。登高一笑萬聲，千響相和，肝膽相照愛自由，心咩相向。給我點鼓勵好不好？沒唱歌很久了。嘿，嚯，嘿，星燈耀我方向，月影耀我往，憑傲氣衝霄漢，英雄心膽壯。登高一笑萬聲，千響相和，笑唱潮愛自由，心咩相向。緊張有沒有？謝謝大家，希望大家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拜拜。多謝，多謝老朋友，唱得好唔好啊？有冇好過我啊？唔好意思講啊，係咪好過我？唔係啊，係啊，講係又唔啱，唔係又唔啱，所以呢啲問題唔應該問嘅嚇。OK， 現在到我唱了呀，給您帶來一首老歌的經典，叫《第二春》呀。明明是冷冷清清的長夜，為什麼還有叮叮當當的聲音？聽不出是遠還是近，分不出是夢還是真，好像是一串鈴打亂了我的心。明明是模模糊糊的黃昏，為什麼還有清清楚楚的燈影？看不出是喜還是驚，分不出是夢還是真，好像是一支箭穿透了我的心。窗外不再有凄凄切切的幽靈，只聽得喜鵲細鳴。今夜的清風吹來了第二春，又把小城的夜鶯吹醒。明明是模模糊糊的黃昏，為什麼還有清清楚楚的燈影？看不出是喜還是驚，分不出是夢還是真，好像是一支箭穿透了我的心，穿透了我的心。谢谢。大家都知道10月7號，去年我心臟病爆發，剛好國王在我身邊。那自從這個事件之後，我唱高音了，我的牙齒會發酸的，會酸軟啊，上去會酸軟呀，而且早上起來漱口之後，水盆裡面的水都是紅的，那是因為吃這個血薄的藥，是，所以吃了之後就有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我下個禮拜去看牙科，如果不行的話，就全部拔掉換鋼牙。啊，剃 K 了，那時候唱什麼高音都不怕了。OK， 好，所以健康很重要啊。那我可以說是重新出發，所以我的歌聲啊，我的 key 都調低了呀。不像以前那麼高，調低了。接下來這首歌比較抒情的一首歌，我個人喜歡，獻給大家，一起唱好不好？濤聲依舊。
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谢谢。喜欢这样的歌吗？呀，啊，看年龄哈。好优美的歌词哦，大哥，可能你们坐的比较远的朋友可能看不见，大哥呢唱完这一首歌曲，他是呢泪含着泪。对，为什么眼睛大哥泛泪光啊？哎，我跟你讲，有了年纪哈，不能唱这种深情的歌哦，你一唱啊，你就会脑海中闪过过去的那种片段哦，起起落落哦，啊，潮起潮落那种片段。哇！但是不可以只是在你的脑中啊，嗯对不对？应该要跟大家分享。所以下一次我们主办单位是否可以大哥在唱这个歌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跑马灯哦，从年轻啊到中年到老年，然后呢，这个所有的第一任，还有第二任，还有第三任、第四任，哦吼，还有人拍手啊，哇！这样才会更加的了解大哥。唱一首歌要放这样多照片啊！你觉得你很无聊吗？我今天不会无聊啊，丢咩丢咩今？天做了2场下个月你还要做吗啊，要？OK，那下次 sorry，刚才的言论都是浩浩哥一个人讲，我什么都没有讲。你没事，你继续。我继续哈对，谢谢。刚刚以上言论代表个人的立场，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都有老如有雷同，
新加坡熊怕表的艺人就是我们陈建斌哎。刚刚我们呢在后台算一算，新加坡艺人当中一年能够带6团出国，6团哦，没有其他艺人办得到，只有这位维健办得到。 Hello ，sorry，讲出你心里的话了。对，我嘛是维健。外表叫建斌大哥，心里面的是维健哩。啊，我无可能叫你死维健，因为我骂你就跟他骂着我家己了，知影？我长这么大，我还第一次听到矮，还有一矮还在笑矮的。所以很厉害啦。那你要适当的休息。头先我听到你唱歌唱到喙齿疼，哎呦，你喙齿疼，咱的心疼咧。呀，我唱到管音，喙齿拢会酸。边啊哟！呀，安尼我就是感觉，还有一件代志，安尼就是安尼哦，喙齿安尼酸哦，应该是平常时啊无烧金啦。哦，你若有烧金的时候，哦，那个感觉牙齿就会比较有喂力。 ，Hello，他们是歌台呢，华族文化中心。还有 class 的不？还有 class 的不我们？这个 kiss 是很正常的嘛，哎对不对啊？头先我什么拢无讲哦，我接啊，你要不要帮忙我一下？怎么帮？他说这样我吹气也不会生了。嗯，哦，那我宁愿辞演，你把我炒了算了。好啦 OK 那节目的继好续，我们要来欢迎到的这一位不得了啦！不得了，广东歌后，哇哦，他曾经在香港开过演唱会，是那么厉害呀，新加坡当然也有，在我们的榴莲卡。我先去把他请出来，对对哇，还有这样的 service，这个天后级的哦，哇，不得了了。哎，他也没有随便登台哎，对，呀。为了慈善而唱，然后要是看谁邀请他来唱。嗯今天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陈建斌先生，还有华族文化中心欢喜来唱歌，这么优质的节目，他怎么能够不来呢？掌声欢迎关雪儿。欢迎雪儿姐。儿娘驾到， Hello， 大家好，有没有？老佛爺駕到，你好，關雪兒小姐。係你好，啊老細，你老豆係咪關德興啊？接近啊，關德興就係邊度啊？關德黃飛鴻哦，關什麼？關什麼？做咩啊？做咩啊你？你話想揾人幫手啊嘛頭先，喂，好啊，stop。他對這個 topic 有意思哦。哎，他這樣好像在吃那個魚頭顱，因為他是開唔魚頭顱，係我點開魚頭腦啊係嘛？啊，好似嗰啲魚啊。搜索一下 Queen of War，呀，總舵主就在這裡了。好吃的魚頭有顱，你哋識唔識我啊？你哋識唔啦熟唔熟悉我啊？熟啊熟？俾啲掌聲聽下好冇？啊，都好多人識我。常常都在報章啦，看到您的對對表演，您的他也是我們新聞。藝人工會的副會長，哦浩浩也是副會長，哦，啊是後輩啦，後輩您是我當然是會長。會長，你看我比起去年不是又長高了2寸嗎？哎，看得出有所以叫會長。頭髮長了一點，會長，will grow tall 的會長。今天沒真正唉，你要唔好呃人啦，人老咗只有縮水，邊有長高嘅啫，真係。唉，你唔得講啲好話俾我講下得嘛？只有頭髮會長。你要講好話，係啊，啊好好好那，個會長哦，係啊，去年啊，那個心臟冇好啊，我知道，啊，嘣嘣嘣嘣，我知道，我有去醫院睇佢㗎，啊我好關心佢啊㗎，其你實。有心啦，所以你係啊有好有心㗎，講好多的好話給會長啊，等一陣，會長好多好你唔好多啊，好多。你唔好講廣東話。冇講啊冇你講。講廣東話，我心臟又嚟㗎啦。我哋廣東話有進步誒，都對我個心臟都喺度跳緊。啊點？今日有聽好多廣東歌。哇！你嘅廣東話仲好過佢，你哋廣東話冇得頂。跟我一樣啊，絕對有好多廣東歌俾大家聽嘅。好，今日係咪要唱咩廣東歌啊？唱啲經典歌啦，唱一啲大家都熟悉嘅，可以一齊唱嘅。係啊，大家齊齊唱。係啦，咁幫下手咁啊！嚟帶嚟一首《上海灘》。哇！梗係好啦。啊，你從龍班，你哋從龍樓啊，係啊，好啊，好嘛嚟啦，準備啦喎。 ？testing 我 testing 我。testing 啊，testing 啊，OK，啊嚟嚟，老師嚟。那你 testing，
唔好抌自己啊！ Stand by 哦，哥哥姐姐，你唱，浪奔，你嚟唱。哦，笨啊呀！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盡了雲作滔，滔一片潮流。哎呦，此起浪裏分不清歡笑悲憂，溫和，成功浪裏看不出有未有，一齊啦喎！愛你恨你，愛你恨你，問君知否？問君知否？似大哥一發不收，轉千話，轉千他，亦未平復，始終爭鬥，又有喜又冇愁，就算分不清歡笑悲憂。仍願化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哇！你哋都唱得好喎，啲聲仲大過我。愛你恨你，問君知否？似大哥一發不收，轉千話，轉千他，亦未平復，始終爭鬥，又有喜又冇愁。就算分不清歡笑悲憂，仍願化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仍願化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Thank you， 上海灘送俾你，亦希望你中意呢首歌啊。OK， 咁啊，上海灘呢首歌咧，好多人都好熟悉啦。呢首歌就嚇，咁啊，你哋都唱得好好嘅，其實可能仲唱得好過我添。我今日咧就有啲聲咧，就有啲失失地嘅啦，已經係有少少傷風感冒。所以 OK， 下一首帶嚟一首大家都好熟悉一首阿秋官嘅歌，帶嚟呢首《笑看風雲》。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呢首歌，呢首歌嘅音樂咧真係好聽。艾文老師，老朋友。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誰人預計後果？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一點點無心錯，誰沒有一些得不到的夢？誰人負你負我多？誰解釋為了什麼？一
笑看風雲過。沒得開心，心不記恨，為今天歡笑唱首歌。任空卡卡收真的快樂，在晚風中寵愛深鎖。誰願記滄桑，匆匆往事，誰人是對是錯，從沒有解釋。為了什麼？一笑看風雲過。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誰人預計後果？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一點點無心錯。誰沒有一些得不到的夢？誰人負你負我多？誰解釋為了什麼？一笑看風雲過，沒得開心，心不記恨，為今天歡笑唱首歌。任空卡卡失真的快樂，在晚風中寵愛深鎖。誰願記滄桑，匆匆往事，誰人是對是錯？從沒有解釋，為了什麼？一笑看風雲過，沒得開心，心不記恨，為今天歡笑唱首歌。任空卡卡失真的快樂，在晚風中寵愛深鎖。滄桑，匆匆往事，誰人是對是錯？從沒有解釋，為了什麼？一笑看風雲過。各位朋友，笑看風雲 ，Thank you。掌聲送給美麗的關雪兒，笑看風雲，很棒。哎，趁心智健全时做出选择。哎呦，我准备他讲啊，我跟他讲，我给我妈。哎呦，实在是真歹讲呢，对我怎么讲啊？刚才我的老爸哦，当作我这个囝哦，真不好哎，要他做这种东西呀、哎呦，Sir。哎，拉迪赛。 No, sir. My name not Latisha. My name Letitia. Hello. Yes, sir. 为什么你在旁边嘀哩嘟噜咕噜，嘀哩嘟噜咕噜？你在讲什么东西？你被你老板骂了？不是啦，哦，你没有 promotion？ 哎呦，也不是啦。那是什么？哈，死了！你做工丢扑啊！ You cannot 丢扑咧 ，You 丢扑 means I 丢扑 means I no 工做咧。Oh no！ 你是读较歹哟啦，你是台湾戏看太多哟啦。那你是做什么？自己自言自语。哎呦，我跟你说，最近我看到这个咯。这个就是你刚才从这个 bag 拿出来的咯。对，这个啦。这个它上面写这个什么什么书是什么来的？这个啊，叫做持久授权书。啊，什么书？你的身体还好吗？你有事情吗？ 我当然身体很好啦。这个持久授权书啊，就是提前规划的一个步骤。哦，我跟你说，
这个人生啊必经之路，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生老病死。那不过呢，要是呢我们先做好这个提前的规划，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如果我们失去这个心智能力的时候，没人替我们做决定啊，都免烦恼了吗？失去心智能力，哎呀，大家来洗，大家来洗。My sir so young， 你这么年轻要准备这个哦。哎，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大家都应该要准备的。你看呢，有时候呢，如果是突然间死亡，或者是哇，不会给你失智症了这个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啊。对，对不对？那呢，我们不是说过呢，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对不对？所以呢，我 Sir 我百无禁忌，没担当啊，无禁无忌加霸力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政府也是鼓励我们大家尽量早一点安排，也是一件好事啊，对不对？所以到时候呢，如果我突然间咚锵了。还是忘记什么，对不对？还是昏倒了，对不对？我就可以放心了啊！这种重要决定就我早把它安排好了，这样呢，我的家人也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的意愿，也不会乱安排。那最后呢，我跟你讲，家人的比率最有效的比率就是可以避免掉很多行政的问题呀，很多经济负担的问题呀。你不是好咯？你都做好了，还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嘀嘀嘟嘟、咕咕啼啼的？我当然自己安排好了，不过你知道啦，家里面还有一个老希咯，我怕我跟他提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很担当的，等一下以为哎呀，我这个做囝很不孝顺呢，要叫他签什么东西呀？对，但是boss。你不要怕，我建议你敢去跟他讲，敢去跟他谈，敢谈呀。Leticia 会帮忙你 ，I will helping you, no problem, sir。真的，Leticia是，我会跟 Uncle 讲跟我的那个老 hero 讲，我们好好去跟他讲，走，好好规划，走，我们一路好走。对，我们好好走，走，去找老 hero。走。哎呦，来这道的楼卡，我想讲真侪人排队，有什么礼物分啊？本来分一张纸，结果什么人无加一张纸？这纸就是什么持久授权书个提前规划的宣传册子。我跟你讲我早就做好了不是讲我搞我已经提前规划要是我失去心智能力我就有我信任的人来给我做决定、甲处理代志，安排我的什么房贷、车贷啦，安排什么看老公的累啦，是个安怎给他照顾啦，安排我的这财务的问题，拢总安排好势了，免担心的，那无我无安排好势，我的囡仔会嫁落咧，对唔对？Go, sir. Okay, one go. Let me help you. Go. 晒不？晒啦！爸，你伫遮？我是臭戏人就叫安尼大声爸，我叫一摆。爸，你伫遮啊？对。你食饱了未？你看袂出？巴肚淡薄大大，应该食饱了啦。可以啦，你跟他讲，可以的，跟他讲。爸。又回来走出去跟他讲。爸，我有。你是叫爽叫一摆就好。一摆。爸，一摆。我有代志要跟你参详，跟你商量一下。也就是无好代志。伊细汉的时阵要甲我参详行路就是安尼款讲话安尼滴滴答答那个。阿公。Leticia， 小老板有东西要跟你讲。小老板要搬家好。这袂晓讲，你莫讲我咧送嗷嗷，你要搬家好？爸，你甲讲清楚。唔是啦，什么代志？我无要跟你搬家伙，我无要拿你的钱啦。我是看到这个
持久授权书，想说要陪你去制定一下，不然万一你有什么事情要有一个信任的人呢、才可以帮你做主啊，打理你的个人的福利、你的产业、你的财务、你的事宜。我知啦，但是我无做这个持久授权书万一我有什么代志啊，恁讲就要去 court 知无？去法庭，去申请做我的代理人，到时呢，我就无权利选择什么人了，对不对？那是安排到这个拉低赛给我处理，我就兴起啊。Sir, why talking like that? The teacher very good. I can helping you. 对啦，这个持久授权书要是先把它制定好了，就是一个合法的文件。那授权人呢，也可以安排被授权人来帮你打理你的个人的福利、财产事宜啊，所有的事项啊。那 teacher 觉得呢，最重要的是可以呢帮你处理你的银行户口、CPF 户口，还有你的房子，看你是要卖，还是要装修，还是要洗给人。来，来呀 ，OK，good 啊。我知啦。Sir 啊，这个心情模糊不定啊，你看小小的。你的材料，爸，你要去做持久授权书吗？阿公 ，faster go make already 小 hero happy，伊个使搬家哈。哎呦，拜托你不要乱讲啊！我甲愈拉愈吵命，我甲恁讲啦，按今仔日起到明年3月31号以前，那是新加坡公民去签好这个 LPA 你会使省70块啦。哇，可以省70块哎！阿公，你这样喵的人看到可以省钱，你还不要快点去做？对呀，爸，原来你都知道这么多的规定哦。对啊，又是我啊！来，做好了啦！爸 ，hero very naughty，你真正做好了啊？那就做好了塞了啊！塞了。哇，恭喜阿公！但是我唔知伊人有塞无。那是咱的现场的朋友呢，未去塞我甲你讲，你会使找我的老爸斗阵带你去的。塞好了的举手。做好了的举手。哎呀，袂少咧。20个，你超过20个有啊 ？Very good， 那些没有举手。未做的，搁咧等什么？等多学 Christmas 习。等 Christmas。所以还没有做的朋友可以赶快去做，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以口传口，帮我们宣传一下大家的这个福利哦。是，那这个很重要哦，它有华文也有英文，你们可以回家慢慢读。上面呢还有很清楚的一些指示 ，Step 1、Step 2、Step 3、Step 4，这样子你们不要把这个弄丢了哈。或者有朋友需要，也可以跟他们好好分享。阿爸我是去找lawyer做了，辛苦的，很容易的，有，你爱知哦，最后能付的给喙齿爱留好了 T 恤哦。留两副给喙齿给我就好，感谢啊。OK 啦，这代志讲好了，咱继续唱歌。当然哦，阿公暑假美女嘛，美女嘛，今天美女如云。我请到一位在 SBC 时代的一朵花。请出来给倾偈一下。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冯庆妍老师 ，Sandy， 大家下午好。哇，冯老师在黄金年华跟现场都一样漂亮呢。谢谢。从小到大就是美女一枚啊。没有。请问今年是80几啊？无啦，你女生的秘密不会使讲的啦。但是年龄好像没有在她身上对，完全看不到岁月的痕迹。对啊，但是还是有啦。姐已经做阿嬷了吗？对。Are you sure？这么笑脸的阿嬷，我2个孙，还有1个 on the way， 所以要3个。哇，你还有一个 SG60的孙啊！对，哇，太棒了，对，可爱哦。那当然很会唱歌啊，后来当然结婚了，放弃了但是很可惜，所以会啦，我做全职的家庭主妇，我蛮开心的。但是你的才艺也不要
被埋没掉哦。所以我们在华族文化中心找歌星的时候，是我们都找一些出土文物没有啦，什么出土文物你还，又不是博物馆，是爱去土来呗，考古。看有什么人也袂唱的。真的是绞尽脑汁，而且在那个时候哦，被电视台签约，不是去演戏哦，是真的去当唱歌歌对星。歌手歌手。是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有一档的节目，就是我们有歌唱班跟戏剧班，嗯所以哦，我是属于歌唱班。歌唱老师是老师是潘秀琼老师，潘老所师以，你们一个星期大概就是一定有一个时间是演唱的时间，对，而且每有一个天节目有一个节目，每天都在练歌，每天都在练。发声、舞蹈、哇哦声乐，哇哦全部都要练。哦，对老师还记得怎么样最简单的发声吗？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去唱卡拉 OK 啊，有些爸爸妈妈都说，哎呦被求了，哎呦，个没声，没声，被安装暖喉一下。没有，这样就是老师拿那个钢琴，你咚那个 C 的扣，你就这样。哦，就是就可以他就了哈。看你的 range 可以到多高这样。那就当当当对。啊，能拜就好了，啊，能拜就好了，啊，你再拜就要多米。所以呢，一步一脚印啦，走到今天，对不对？如果没有当年那些呢非常严格的训练呀，也没有呢今天我们的冯庆妍能够出现在我们电视台，担任我们的这个讲评等等。也没有啦，就很久都没唱歌了，现在都在走幕后的工作。是制作的工作。对。所以很久没有唱，一定要常常出来唱，让大家回味一下你这朵花啊！难得建斌哥从泥土里面，然后把你这个花摘起来。还好这个花没有谢。还没有。因为我认识建斌也是很多年了嘛，也是从电视台就认识他到现在，对，很多年。当年有没有仰慕我？好像都没有啊，那个我老公比较好。那个荧幕哈，那个可以再出现的那个哈，第几个可以出现一下哈？还仰慕，当年我长得像周杰伦嘞，真的。请问现在讲的周杰伦的老爹了，像哪一个车轮？你跟我讲，哪一个车轮？好啦，那嘛是演导啦，来，觉得我们冰冰很演导的，掌声鼓励！你看。180。我刚才你也要恭维，那无你明仔就免来了。 No problem，你永远是我们的偶像。好的，带来什么歌？首先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经典的粤语歌曲《浪子心聲》。哇哦，非常的好听哦！这首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因为它的标题是 Sing Along，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欢迎 Sandy，Thank you。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榮華，前半水滴不分差，無知這女娃，徒望天星架。空得意莫講與罵，誰料金屋變廢瓦。一起來，命裏有時來，命裏無事莫強求。雷聲風雨打，何用多驚怕？心公正白璧無瑕，行善積德在樂也。謝謝謝謝。這首歌其實在一些人在逆境的時候，
然后我们给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思维去听一下这首歌，其实这真的不错的，它的歌词比也蛮有意思的。一起来唱吗？来，命里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太棒了！人比海裏沙。無用多牽掛，君可見漫天落霞，名利世間似霧化。君可見漫天落霞，名利世間似霧化。接下来我为大家唱这首歌呢，其实他是我的偶像。我在电视台的时候呢，我常常都唱他的歌曲，他的歌曲几乎我每一首我都会唱。可是这20年里面，我都没有唱他的歌，因为我太怀念他了。所以我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谢谢老师。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朝迎旭日升，目送夕阳下。我是一片云，自在又潇洒，山水幻梦飞，它来去无牵挂。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朝迎旭日升，目送夕阳下。我是一片云，自在又潇洒，深邃魂梦飞，它来去无牵挂。凤飞飞的歌曲，大家有印象吗？
再次谢谢冯庆老师。哇，好好听哦！大家有没有回味无穷啊？有的话，请用掌声再表示一下。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你们的鼓励，大家今天的掌声好热情哦。OK， 当然我们的方言系列节目欢喜来唱歌，就是要大家听到真侪方言，包括红毛歌啦，包括公务歌，包括咱的这个华语歌，还少不了的就是咱的福建歌。咱今日暑假听福建歌的朋友偌侪，请用拍谱来表示一下。哇，真侪人呢！哇，差不多8880个拍谱的咧。感谢大家谢谢。安尼说落来，浩浩就要来带来这首歌曲，安尼唱福建歌，给大家听，好不？好，听了我唱我的福建歌听了拢会大发财、发大财、好运来。浩浩，安怎会好这个名你知？好好啊，看到我什么拢好，财运好，手气好，身体好，趁钱趁较苦安尼。好。呢，我来唱这首歌可能大家较无熟悉，但是咱来重新来这个熟悉一下。这个歌名叫做《天公疼憨人》，真特别大家暑假做巧人还是憨人？暑假做巧人，请拍谱听看卖。安尼代表你真巧，真有信心。暑假做憨人的，请拍谱听看卖。安尼人讲憨食天公啦，对不对？所以天公来疼憨人，所以我若唱歌，咱个有歌词，若唱歌呢，天公疼憨人这句，你会使甲我斗阵唱无？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好无？来安尼双手会使借我拍谱无？会使，若是会当对头拍到尾，敢会使？会使无？会使人轻轻拍就好啊，若是手酸要你借隔壁的手斗阵拍嘛是会使，好不好？天公疼憨人，送给大家，谢谢。来看演唱会就是安尼，掌声、拍鼓声、尖叫声。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生的希望，有该一面着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欠欠别人的爱，爱恨温暖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待。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你去天边海角。一起唱，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这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疼憨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头，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再来听一个，掌声尖叫声有多少？哇，我看到后面的朋友也很热情哦。嗨，后面的朋友，来，要去找你们一下，近一点点看会更好看。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生的希望，不该一面着永远。缘分无必要操烦，无欠欠别人的爱，爱恨温暖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待。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谢谢，予永永远远陪你去天边。
海角。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相信这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停，有唱吗？有吼，有啊，阮台湾囡仔咧讲吼，开喙的大富贵啊，吼，若无开喙有淡薄漏气啊，对，吼，你们刚刚这个拍拍手真好，咪讲吼，正手是正财，倒手是偏财，拍破的拢会大发财哦，好唔好？吼，拍破大发财，开喙好运来，好无？来哦，相信最后一段，相信天公 ，OK 啊，来哦。我们看哪一边唱比较大声哈？要发财，嘴巴要张开，金钱就会滚进来。OK 了，1、2、3，相信天公一定，嘿，相信这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甜蜜的苦恼。相信天公一定，嘿，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嘿，变成世间上水的人，嘿，哇，天公疼憨人，天公疼好人，咱拢是家己人。谢谢，哎呦，你们真的很厉害呢！全部电话给我，名字都给我留下来，我帮你们报名黄金年华。超级好诶，那种最高唱的哈，所以呢，卧虎藏龙啊，对不对？哦，高手在民间呐。OK， 听完了这一首歌之后，说落来，嘛是为您安排一首闽南语的歌曲。OK， 但是这首歌希望大家让借我，他多手借我。即马手不离手的手机会使借我无？会使你手机拿出来，星星把它打开，一个灯代表一个祝福通常如果有开那个灯的话会中一次头奖呢。你要不要试试看？以前那个男女朋友都说，哎呦，你要天上的月亮，我就会摘下来给你。不用，我现在都自己拿在手上，对不对？好如果有开手机有灯的一个祝福大家一个健康一个能量如果没有开手机没有关系，手借我挥挥手就可以了，好不好？哎呦好，左边右边就可以了。好，如果你若暑假福建歌的朋友、闽南语歌的朋友，心内拢有一首歌叫做江蕙的歌。这首歌要来送给大家，哎呦，我还没唱我就。后更甜了，感动。OK， 这首歌要送给咱上亲的人，包括咱的家己的囝儿4岁，咱家己所爱的人，都来这首《甲你揽条条》。谢谢。哇，好美哦！现场，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后面看一下，超级无敌美的。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把你的歌声送给你最爱的人。甲你揽条条。我要甲你揽条条，因为惊你半暝爬起来哭，甲你揽在心肝头，予你对人生袂过忘渺渺。我要甲你揽条条。
免惊见笑。世事予人想袂晓，你需要一个紧甲头。我要甲你人条条，予我陪你手共调，分担你的忧，你的笑甲你的哭，哭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人条条，予你袂惊袂孤后，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这首歌献予咱所爱的人，嘛献予咱今仔日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家己咱条条。我要甲你人条条，不免惊见笑。世事予人想袂晓，你需要一个紧甲头。我要甲你人条条，予我陪你手共调，分担你的忧，你的笑甲你的哭，哭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人条条，予你袂惊袂孤后，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最后一句，一起来唱好吗？好不好？予我甲你揽安安，来哦，予我甲你揽安安哦。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甲你揽安安。咖喱蓝调调，希望你喜欢，谢谢。哇哦，谢谢你们大家，哇，这种听歌的音乐享受，然后谢谢你们的灯，谢谢你们的手，让这一首歌更加的完美，更加的美丽。谢谢大家，谢谢。好的，节目继续，我们要来欢迎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双语天后。今天他为大家带来也是一首福建歌曲。心情歌路，掌声鼓励来欢迎李佩芬。Oh yeah! Let's go! Hello! 到我唱了。好，这是一首轻松的福建歌。希望你们每天心情都是漂亮的哟。你敢唱过心情歌路，抬头你心肝，不免炫耀流行潇洒，噪音无人嫌歹听。
喜有主心情，惨惨做一首歌。什么旋律就对着心情行，别歹势大声来唱吧，大声来唱吧，唱予伊心开活。有啥委屈有不如意，唱唱放雨伞。现在就大声来唱吧，大声来唱吧，唱予伊轻松啊。抱啊写诗嘛是友情赞助啦，讲就是你，就是我。哎 ，Shake it， 有没有爱跳舞的朋友？你刚唱过心情歌路，带透你心肝。不免专业流行潇洒，噪音无人嫌歹听。欢喜有主心情，惨惨做一首歌。什么旋律就对着心情行。免歹势，大声来唱吧，大声来唱吧，唱予伊轻松啊。抱啊写诗嘛是友情赞助啦，我唱到倒落。歹势，大声来唱吧，大声来唱吧，唱予伊轻松啊。抱啊写诗嘛是友情赞助啦，讲就是你，就是我。有啥委屈有不如意，唱唱放雨伞。后面的朋友，大声来唱歌，大声来唱歌，唱予伊轻松啊。抱啊写诗嘛是友情赞助啦，讲就是你，就是我。谢谢大家爱的鼓励，是嘞啦。头先我的 GPS set 傻啦，去弄丢石头。所以我们都是的现场原音演唱，像我们的老师，他也是呢现场哈，在这个现场呢给我们做伴奏。有一些哈，你看你注意看，他们的音乐是录好的，然后他的手指这样夹在那边啊。但是我们的艾文老师就不一样的，他每一首歌哈都是现场伴奏，没有录好的，所以我会唱错，他也会弹错，对不对？他还自己点头。我的人就是安尼，看我袂使家己点落去，我得拖一个人爱跳最顶条安尼。I jump you jump，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3个系列的节目啊。老师，你看那个摄影镜头在拍你了，但是无论如何，希望呢能够呢把这个呢欢乐的这个气氛呢传递给你们大家。我们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呢快乐崇拜，所以呢佩芬呢给大家选择了这个比较呢活泼快节奏的歌曲，哈哈，结果去弄丢石头。拍谁哦，拍谁？好嘞，那今天呢，希望我们带来的歌曲呢，都带给大家呢非常多的欢乐的时刻。那也非常的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so much。那我们有一起唱了这个歌曲，接着下来，我希望呢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啊，我们。做了几个小时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我们今天早上10点半就到现场了，工作人员比我们更早，主持群是10点半，所以你看，那已经抵这个所在哈，已经很长的这个时间，所以等一下如果我经过你的时候，你有闻到我辛苦胖胖的味，你唔通搞我压鼻哦。啊，因为有冷气啊，所以还好。那下一首歌是一首呢，也是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人说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借我你们的手，我们一起来带动唱一下，好不好？呀，有一点 action。我唱的这首歌，相信你们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就叫做《你是我的小呀小瓶》。哇，今天的合唱团都是第1名的哈，这边声音很大。那我们坐在旁边的朋友呢，你会使借我你的手无？啊，正手有正财，倒手有偏财，这阵是正手有现金，倒手有 CDC 啊。所以我唱，你来，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啊，很好，这边的朋友 very good 啦，中间的朋友啊都是冠军了，很好了。那我们右边的朋友呢，试一下哈 ，Hello 哇，哥哥姐姐哈，神采飞扬，试一下啊，你是我的小呀小苹，很好。下一句怎么唱呢？怎么爱你都不嫌，对。所以这个歌词就是这样。等一下我把麦克风递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是果朵这样整首歌我们就一起完成了，好不好？非常的简单 ，OK， 比吃饭还简单。所以呢，我们台上台下这样子呢一起互动。那我们呢有手部的运动、嘴部的运动，就会呢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热情。送给你这首可爱的 Little Apple。Oh yeah! Woo! Oh hey! 线上的朋友，大家一人一句小苹果留言进来。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嘿，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嘿，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我怎么爱你？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瓶，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好棒啊！你要借我你们的手呀！从不觉得你讨厌，你的一切都喜欢，有你的每天都新鲜，有你阳光更灿烂，有你黑夜不黑暗，你是白云，我是蓝天。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前，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怎么样？你是个小呀小瓶，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好，这个动作记得借给我 ，Let's go！ 你是我的小呀小瓶，怎么爱你？春天又来到了，花儿开满山坡，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很好听，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儿
太厉害了！谢谢。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天一香蕉，下来不知道。什么？苹果，医生远离我，香蕉也有啊。有啊。那一天一香蕉，医生不到腰。你也不能使。无生理。哦，所以一天爱食一粒苹果。要搁一粒香蕉，你的营养啊就会很平衡。你逐天食什么？我食2粒龟卵。哇，你看我莫食龟卵。安怎？你食了心脏病，莫食，莫食较好。我是心脏病发了才食的。哦，所以食了才袂安尼款。开玩笑，开玩笑，这个饮食要均衡啦啊，水果爱食哦啊，这个蛋白质龟卵嘛是爱食。对呀对呀，而且人家现在说哦，哎，那个年轻又要养生呐，要不然老的会养医生呐。也要照顾自己哦。但是我看今天来的都老当益壮哈 ，No problem。其实刚才我有收到一个消息，我们现场好像有几位哈来自海外的朋友来讲英文的。哦呀，然后我们要跟他讲说，哎，现在有英文歌曲哦，哪里有？有，然后我讲华语他都听不懂。我们的 in-house in-house yeah. Is it true that we have some foreign English speaking friends here? Hello， 还是你听无伊较早转去了？所以我袂胡该讲有按摩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对不对？ Yes. 也安排了一位哇，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对，英文歌手 SBC 的年代的歌手，你知道想当年哦，能够呢签合约然后成为这个全职的歌手，然后又在电视台专唱英文歌，哎，没有几位哦，所以是跟刚刚的庆妍小姐姐一样，同一个时期。哦，他们那个年代也有什么翁素英啊，还有什么王丽琴啊，还有费心吴坤杰老师，吴坤杰老师也是啊，方中华方老师，哎，可是唱英文歌曲的就少之又少，就他一个 ，one and only。对啊，我们也是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哎，他的英文歌你真的不听，真的很可惜。每一位想不到新加坡还有唱这么英文歌，唱的这么有味道的。而且大哥真的嘞，欢喜来唱歌哦，我跟你讲，没有他不行啊。真的，因为每一位都是三顾茅庐的嘞。对呀，哇，他们比请神还难呢。所以哦，那个马桶爱过啊，那真清气啊，那吼。呀，那请神是三支香。这个就要真多电话。他3拜电话一个来，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先唱一首呢，这个比较轻松的英文歌曲。对 ，Let's welcome Mr. Peter Chua with the song "AK Break A Heart"。掌声鼓励鼓励。Hi, Peter. 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去巴萨不会踩啊。You can tell the world you never was my girl. You can burn my clubs when I'm gone. You can tell your friends you're the fool I've been and let them joke about me on the phone. You can tell your arms go back into the farm. You can tell my feet to hit the floor. You can tell my lips, my fingertips, they won't be reaching out on me no more.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you'll understand. You can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Your ma, I moved for Arkansas. You can tell the doctor but my leg. I'll tell the brother Cleaver, this piece can tell my lips. You never really liked me anyway. I'll tell you I'm Louise, tell anything you please. Myself already knows that I'm okay. Or you can tell my eyes to watch out for my mind. It might walking out on me today. Everybody say, don't tell your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you'll understand. You can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it migh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I'm too old to move on. Old body all stiff,
同硬硬。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you'll understand. You can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you'll understand. You can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Woo-hoo! Achy breaky heart. Alright. Hey, easy breezy. Yeah, check it out, yo. Hey Peter，is this Miao King song？ 我不晓得哪里个的。 Miao King 啊 喵啊 ，every breeze 啊，不是，不是，是，这个是猫王的歌。猫王是，为了说王疯了梦的一球到了手啦。 Oh yeah. 我喜欢是猫王的歌。唔是貓王嘅歌，對應該是別人嘅歌。而且蔡老师在唱歌的时候，哇，他那个声音特别的有这个磁性，对不对？哇，辨识度非常高。是講華語聽得懂嗎？我是聽有淡薄啦，是但等陣以後就直咗加正。意思？安尼看到直掉，哎呦係咯你。是不是他拄啊行出来安尼手叉腰，安尼行出来去閃着腰？拍謝，我們這邊服務很好的。來，什麼人有紅油啊？來，給他這個。哎呀，露露誒，哦耶不！啦，彼得他是沒有講華語，他講英語哈。你是識唔識呢？我是他正硬嘅。哦，吊蕉呢？有招呢？吊蕉第個。歐更。唔是啦，哦，你氣死！吊腰還是吉腰？山還是山頭？還是什麼頭？我講到山頭嚟。山頭。哦，你問下人嘅阿公迄個去做呢咧？不啦，伊吊蕉會整做礦面。我台應該唔是山頭嚟嘅，啊，台應該面。我啦嗱，我阿兄，你看你台你係面，你阿哥應該是按摩人啊，遠看你台你個特朗普總統咧。好啦，但佢老實，我講是客人。哦，我講客人個吊蕉能似，變咗吊蕉能。哦，我阿媽是娘娘。哦，peranakan。peranakan啊，你遠頭，你我爸生我爸就當到10隻了嚟。喂，你教我唔是差唔多。參考隻隻啦嘅。呀，誒，你遠頭呀，乜針迄個美國嘅總統克林頓啊？是特朗普啊，你兩個寫搞婆的，一個講什麼？特朗普。一個講什麼？克林頓。哎呦，你好像台灣總統賴清德哦。袂啦，袂講啦，你不要回去講伊講大嘛。你兩個都講總統，我唔係講總統嘛。 Donald Trump。 Donald Donald Trump。呀，Donald Trump 啦，is Chinese is 特朗普啊。我爸呢真係派聽啊。哦，有招會唔使打，唔使打你。唔使打， Donald Trump 伊個華語有名招唔使打特朗普，嗯，也就無好聽，無你打台啦，袂使，有直播莫打，因為打敗互人罵。特人會使打，哦哦，啲啥家字有招會唔使打。哦，安尼咱人慢慢去研究啊。有咱搭公司啊，電視咱搭小講，我問你。啊？公司。哦，公司。啊，我爸呢小講。哦，都一樣啦。哦，謝謝。謝啊。伊減一字啦，是小同款啦，同款的啦。呀，啊，就是這我都聽有啦。對，哈，啊是伊人就是食飯吼，就是什麼草青來哦，遐個哈。啊，是，你無落錯，無為那行幫。啊，你係老人聽有，老人聽有。哇，你有影是老爹酒了咧，老爹酒啊但。是我有一個問題啊。啊，問題。迄問題啊，迄個蔡老師哈，你手安尼囥內底是咧摸什麼啊？我驚搞到出來咧。你是內底是咧是有什麼真問題啊？多真多。哎，按摩派起咋，freestyle。蒙起咋，靠我請嚟控的嘅情呢？一對一個。哇，你笑死！你就穿，你就平常時啊，就叫伊莫穿啊，就穿阿公的內褲傷大領啊。
啊， OK， 哎，其实他很幽默，很幽默，很幽默。Do you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in English for everybody, Mr. Yeah, Peter? yeah.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 No, I asked you say something 啦，not the announce the title 啦。你嘿嘿叫我聽到就驚嘛，我咪你要傾啦，我嘿嘿叫，嘿叫。我變迄是阮兜的英歌啦。 No, sir. I mean, you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in English for everyone? I have already said so many things already. What more you want me to say? Because you sing song is a spring frank 啊，Yeah, talking also very good 啦，very eloquent。妹妹，我隨無攞了嚟。啊，吹打，哦，妹妹唱。打了，感謝。 The title of the song is Love is a many splendor。啊，別播啦，你嘛聽無啦。伊問我你搞假波。哦，你假波，你夾波啦，你死別假波啊！你是別夾。我是問打你，無掉，無問啊，無掉。啊，我咪做了的。我問你，你打念，你兩個攏賣假波，互人唱歌，來等。來啦。 Thank you, thank you. This song was written way back in 1955, a year after I was born. It's a beautiful song. There was a movie written about this song also. Love is a many splendid thing. 謝謝，感謝。Is the April rose that grows in the early spring. Love is nature's way of giving a reason to be living, a golden crown that makes a man a king. Once on a high and windy hill, in the morning mist, two lovers kissed and the world stood still. Then your fingers touched my silent heart and started how to sing. It's true love, how many splendid things. 我歌出袂好，那个棒球你知。Beautiful song,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Love is nature's way of giving a reason to be living, the golden crown that makes a man a king. Once on a high and windy hill, in the morning mist, two lovers kissed and the world stood still. Then your fingers touch my silent heart and started how to sing. Yes, true love, how many splendid things. Oh, bravo! Wow. You're the man.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Clinton. Yeah,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蔡老师，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就他像丢，你看多卖力的唱。This is Mr. Peter。我的感觉是又当不说了。Thank you, thank you。第一场好像还蛮正常的哈，对啊，第二场越来越活泼了哈。是很好玩哈。那谢谢今天谢谢大家有没有开心呢？有没有开心？喜不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哇！我看到姐姐给我们竖个大拇指，哥哥也有给我们竖个大拇指，真的感到很安慰啊！有开心就好，因为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因为我要呼吁大家，等一下来帮忙我们做一个反馈，很简单的一个 feedback。等一下你们会收到这个 ice cream stick 哦，那你们就投进呢个别的箱子就对了。我们会在外头问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 question 就是我们会问你是否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如果是，请你放 yes， 不是，请你放 no。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会问你们的年龄是65岁以上还是65岁以下。第三就是会问您是否对今天的演出感到满意，请大家通通帮我们放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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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下来，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持久授权书的一些讯息，请你们给我们的反馈说这个讯息对你们来说是否有用。那还有你会不会想要制定持久授权书 ？Yes or no？ 接着下来就是你会不会跟友人分享持久授权书的信息 ？Yes or no？好，就这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接着下来，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以下的合作伙伴。OK，这个合作伙伴，哇，这离岸的水。哎，有年纪了，我来了，我来打了，大一点嘛。我要来了。我们要感谢是我们互联中心、 EPF Board、中央公积金局以 MOH、及我们的卫生部、 MSF， 社会及家庭发展还部、有 PSD。公共服务署。是，所以你们可以非常的放心啊，得到我们今天的讯息都是正确的新闻，不会是假新闻哦。是，那下一场的演出即将在我们5月20号，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哦。那一天是星期二，那同样的在我们中午12点的第一场，以及4点的下午第2场。是，那5月20号也就520，也就是我爱你。难怪坐在星期二，因为平时我们都做星期三的。是，那大家去哪里买票哈？上网应该是去 Ticket Charge 是吗？是 System 啊 ，System 是上网买票，或者是待会你们要走出去的时候，现场可以买票。现场有对对吗？啊，好像有吗真的哦。哇哦，现场就可以买下个月的票了有有有。要来看哦，票价没有变哦。表演的艺人有我们著名歌手宝贝姐妹，还有这个妈妈准妈妈罗艺琪以及先生李建华，还有对非常具有天分的2位童星，我们的 Estoven 还有 Estian 也会粉墨登场。是的，那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要来跟大家大合唱喽。那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跟线上的朋友一起来观看我们的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我们还有歌曲要送给您，带来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哇，哎，刚才的海报哇很好看哦，所以记得要支持我们下一个月的演出。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姐姐，梅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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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我要永远的爱着你。因为你梅兰有气息，我要永远的伴着你，今生今世都在一起。You say， 梅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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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大家要跟我们一起大声唱哦。有没有人叫阿兰啊？阿美，我要永远的爱护你，因为你梅兰有气息。我要永远的伴着你，今生
在一起。梅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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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捧场，谢谢。我们一起来唱歌，下个月再见。谢谢大家，谢谢520等你小心那个梯级拜拜，please watch your steps。小心梯级，慢慢来，因为现在灯蛮暗的哈，大家小心小心，谢谢。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像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交错，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像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